那个新人到那不我知道，他不我说。也定了个新郎主题，很多人其他的后期上跟，也定了主题，他做印度其他做，如果他考的空车水平，他做公益主题，他中国一国2年前了，你这个，当初他做好了以后呢，到到，有多占了个新人主题总还是个身体领导国啊等，然后了个这要占多少的这个身体领导国啊国的多大，哎呀，老从业从他们，如果把他老百姓本身我接触两么出过的。把他们都做好，他北都估计在他那种国家，一整年身上没有上班，你叫人了，他也老从业从他，说的说老难，难老多，老年人。